桃园市今仔嘛是停班停课，伫咧复兴线过居民已经提早退离。了那桃园机场已经有219座飞行机取消，其他机班嘛有提早也是延后，旅客都要家己注意。旅客目睭一直咧看飞行机载资讯，看板顶悬显示真侪飞行机的航班取消或者是改时间。未少要出国的旅客烦恼航班会受到风台影响，嘛拢比平常时啊提较早去机场报到。嘛有旅客甲旅行团航班直接去用取消，航空公司的电话卡袂入去，规气直接去到机场改飞行机的机载。今天要去哪里玩？有没有很开心？日本很开心。爸爸妈妈有很担心台风吗？有，怕会停机。昨天为了飞机在发愁。航班是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吗？我们明天早上航班被取消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行程很重要，还是得执行，所以我们就改成今天出发。根据统计，桃园机场日时取消的航班有219班，其中入境的是122班，出境的是97班，还有真侪航班起飞有变动，提早或者是延后。因为航空公司嘛会看天气的情形，随时来调整航班的时间。凯美风台扫过来台湾，桃园宣布停班停课，不过早起的风雨无讲真大，嘛去用志机讲，敢是有需要休风台假？还不确定，因为但是我刚刚坐飞机下来，其实还是蛮颠簸的。预防性放假嘛，对啊，如果真的有发生问题的话，要及时放假也来不及了。包括前山跟后山，一共有6个里在预防性撤离，正在进行之中。凯美风台愈来愈晚，按算日时下半晡，还有2、5早起是风雨上界明显的时段。桃园市政府表示，根据前一天尾暗上新的气象资料，日时已经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桃园是去年唯一一个无休风台假的县市。前一届的风台假是伫咧2019年9月30日米塔风台，这嘛是桃园让1759天以来头一届休风台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